好，即马在伊朗呢受到美国甲以色列的攻击了后，向中东地区来发动无差别的报复行动。阿联、沙烏地阿拉伯也佮有阿曼，甚至是约旦等等国家呢，拢有通报受到侵袭，甚至是有机场、饭店，也是讲主体区变作是攻击目标。 耶路撒冷警报声直弹，有飞弹飞过来，不过以色列防御系统看来有成功拦查。根据救援单位的通报，了后有一粒飞弹伫耶路撒冷的街路爆炸，有人受伤。伊朗展开中式承诺4号行动，以无差别的方式报复附近的国家，向以色列本土甲几个中东国家的美军基地发射飞弹甲无人机。以色列北部、中部有几个所在空袭警报一直持续咧弹，暗时也会当伫咧天顶看到拦查爆炸。 以色列讲，伊朗的攻击大部分拢去航空系统拦查起来，不过几个所在也是传出爆炸的声音。伊朗讲，这个行动主要针对美国伫中东军事资产，甲支持以色列的力量。伫因最高领袖哈比尼死亡了后，有消息讲，国家安全委员会首长拉里加尼，也就是哈比尼的新爸，会暂时代理伊的工作。 به طور طبیعی جنگ یک زد و خوردی است که همیشه برای مردم ایجاد نگرانی می‌کند. اما این نکته رو با توجه داشته باشن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امروز از یک ظرفیت خیلی خوب از یک تجربه مهم برخوردارند. 阿拉伯国家有几个驻美军的基地，嘛去有飞弹锁定或者是攻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表示，伊朗飞弹针对阿布达比附近的迪哈胡拉空军基地。 虽然防空系统有成功拦查，不过飞弹的碎片落在市区，造成百姓死亡。当局谴责伊朗侵犯国家的主权。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伫中东上大的空军基地之一。这个所在受到伊朗飞弹的攻击，卡达的防空系统拦查几啊粒飞弹，伊嘛大声谴责伊朗侵犯因的主权。伫麦兰马附近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总部，巴林确认因受到攻击，当地启动空袭警报，空中出现乌烟。 也若考虑到伊朗的飞弹瞄准阿里萨里布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成功拦查。也若约旦军方的通报，至少有2粒飞弹伫飞过约旦领空的时阵轰拍落来，北部有发现飞弹的残骸。约旦讲，这飞弹会威胁国家的安全。另外，沙烏地阿拉伯表示，受到暗时有传出爆炸的声音，而且有防空拦查。因的外交部强烈谴责伊朗对几个国家的侵犯，支持这个国家采取回应的措施。 叙利亚所谓达成爆炸有重大伤亡，有一栋大楼去互伊朗的飞弹拍到，爆炸的碎片飞，若像有飞弹射过界。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